今天我们将探讨斑点问题，包括黄褐斑、晒斑以及最显老的老年斑。它们就像白墙上突兀的泥点，令人不悦。许多人可能已经尝试了多种昂贵的祛斑霜，但效果总是反复无常。还有人听从建议进行了激光治疗，却发现皮肤变得脆弱敏感，而且不久后斑点又重新出现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难道这些斑点真的无法彻底去除吗？今天我将揭示一个颠覆你认知的真相：脸上的斑点问题实际上源于身体内部，而非仅仅表现在脸上。你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治标，未触及根本问题，因此斑点问题才会反复出现。斑点的根源究竟在哪里？我们又应如何从源头上彻底清除这些恼人的斑点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要与大家分享一个被尊称为祛斑界王者的秘密武器。这个方法既不需要您花费大量金钱，也不需要您承受痛苦。它源自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中医智慧。电视台曾专门采访过一位80岁高龄的老中医，令记者惊讶的是，尽管已至80，他的脸部却依然白嫩细腻，几乎看不到老年斑。当记者询问其保养秘诀时，老中医分享了一个他坚持了20多年的生活习惯，而这恰好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秘密武器紧密相连。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正被脸上的斑点所困扰，那么请不要错过今天的分享，这可能是您接近拥有干净无斑肌肤的最近一次机会。在深入主题之前，如果您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或者点赞。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创作的动力源泉，也请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并将分享给有需要的人们。在揭晓神奇的祛斑秘方之前，我们首先需要理解斑是如何形成于我们面部的。许多人对于长斑这一现象抱有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，这些误解让许多人在这条道路上走了许多弯路。我们要破除的3个错误观念中，第一个是长斑，尤其是老年斑，是自然衰老的必然结果。许多老年人持有这种观点，年纪大了，长斑是正常现象。然而，这其实是一个误区。中医指出，长斑并非衰老的必然产物，而是身体内部失衡的信号，表明体内的气血出现了问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体的各项机能逐渐衰退，如同使用多年的机器，运转变慢且动力不足，导致身体内部的气血循环变差。当垃圾排不出去，营养送不进来，代谢废物就会堆积在面部形成斑点。因此，尽管同为70、80岁的年纪，有人面部依旧洁净，而有人却满脸斑点。这说明通过调理身体内部，即使是到了80岁，也能有效防止长斑。第二个误区认为，斑长之所以在脸上，肯定是皮肤的问题，只需治疗皮肤即可。这种想法导致了无数人浪费了大量的金钱，他们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护肤品和美容项目上。我们打个比方，大家就明白了。我们脸上的皮肤就像一块地，地里长出了杂草，也就是斑点。你不能只在地面上割掉杂草，就像使用祛斑霜，只要杂草的根还在土壤里，那杂草还是会很快长出来的。面部的斑点也是同样的道理。皮肤好比一个显示器，反映的是我们体内的健康状况。如果体内循环出现了问题，或者有毒素积累，那么这个显示器上就会出现坏点。仅仅在表面上进行清洁是无法根治问题的，必须修复内部的主机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第3个误区是认为祛斑要迅速，最好一夜间见效。3天淡斑，7天焕肤的广告语，最能吸引人们急切的心理。但你是否想过，这些斑点是经过10年、20年，甚至更长时间在您身体里慢慢形成的。
一个长期积累的内部问题，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呢？那些声称能快速祛斑的方法，往往都带有很强的剥脱性，等于是强行把您皮肤的角质层给扒掉一层，让下面的新皮肤露出来。这样做，短时间内斑点确实可能看起来淡化了，但您的皮肤保护层也被破坏了，变得非常脆弱敏感。一旦受到外界刺激，比如日晒，不仅会迅速反弹，还会引发更多更严重的皮肤问题。因此，真正的祛斑需要耐心和细致的调理，由内而外逐步改善。当身体内部环境变得洁净且畅通无阻，脸上的雀斑自然会像冰雪在阳光下慢慢融化一般淡化。去除错误观念，我们来看长斑的3大核心原因。首要原因是体内淤血。中医有一句名言：无瘀不成斑，意思是说，只要形成了斑点，体内就一定有淤血存在。斑点就是体内淤血在面部的表现。什么是淤血？简单来说，可以将其理解为身体内部的交通堵塞。我们全身的血管如同城市的道路网络，血液则像道路上的汽车。通常情况下，汽车顺畅地在道路上行驶，将氧气、营养物质等好东西输送到全身各处，同时将二氧化碳及代谢废物运走。然而，如果遇到交通堵塞，汽车停滞不前，这就形成了淤血。这些停滞的汽车无法将体内的垃圾排出去，时间一长，这些垃圾就会从血管中渗透出来，堆积在周围的组织里。如果堵塞发生在面部微循环系统中，色素代谢垃圾就会在皮肤下堆积，形成肉眼可见的斑点。尤其在女性朋友中，10之9的女性存在不同程度的血瘀问题，例如月经期间腹痛剧烈，经血颜色发黑并伴有大量血块，平时面色晦暗无光泽，嘴唇颜色发紫，身体某处总有固定位置的刺痛感，这些都是血瘀的典型表现。老年斑更是淤血堆积的典型产物。第二个原因是气血不足。如果将淤血比作交通堵塞，那么气血不足则相当于汽车没有燃料或引擎动力不足。在中医理论中，气和血被视为2种至关重要的物质。气可以被理解为驱动人体机能运转的动力和能量，而血则承担着滋养全身脏腑器官的重任。气与血相互依存，密不可分。我们常说的气血就是指的这2样东西。当一个人气血充足时，他的身体拥有足够的动力，能够使血液流遍全身，使得皮肤红润有光泽，看起来精神焕发。反之，一旦气血不足，首要问题便是动力减弱，气虚则无力推动血液顺畅运行，进而导致血液流速减缓，并容易在某些部位积滞，形成淤血。因此，气血不足是造成血瘀的根本原因之一。其次，营养不足也是重要因素之一。人体是一个智慧的生命系统，当血液中的营养物质不足时，会优先保障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等关键器官的供血，而皮肤、毛发、指甲等看似非关键的部分，则只能获得较少的营养供给。长期如此，皮肤会失去充足的营养和滋润，变得如同贫瘠的土地，出现干枯、发黄、暗沉的现象。自我修复和代谢黑色素的能力显著下降，斑点也因此容易沉积。大家可以自我对照一下，是否经常感到疲劳、头晕、眼花、心慌、气短、记忆力减退，晚上失眠多梦，指甲软脆，头发大量脱落，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典型表现。第3个原因
涉及肝气郁结，这与我们的情绪状态密切相关。中医理论认为，肝脏如同一个大将军，负责调节全身气血的流通。当人情绪舒畅时，这位大将军便指挥着全身气血运行得井然有序。然而，一旦个体生气、忧郁或长期承受压力，这位大将军便会罢工，甚至发脾气，致使全身气血运行紊乱，聚集在一起，形成肝气郁结。由于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，当气滞时，血自然也会停滞，形成气滞血瘀，最终导致淤血的形成，脸上的斑点也因此而增多。由肝郁引起的斑点通常被称为肝斑。因此，根据这3个核心原因——淤血、气血不足、肝气郁结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们并非单独存在，而是相互影响，形成因果关系。其中，气血不足易于引发血瘀，肝气郁结也同样可能导致血瘀，而淤血则是长斑最直接的病理产物。既然我们已经揭示了导致长斑的真正原因，接下来我们将介绍一个能够有效消除这些斑点的神奇方子。这个方子就是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位80岁女老中医保养秘诀的核心——六宝祛斑汤。这个方子由6味药材组成，其配伍精妙无比。它如同一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，从3个方面对我们体内的淤血、气血不足和肝郁发起总攻。其配方组成是37粉3到6克，当归12克，香附6克，玫瑰花6克，茯苓15克，丹参6克。下面我将逐一介绍这6位祛斑大将，看看他们是如何协同作战的。137丹参作为君药，是活血化瘀的先锋。这个方子的灵魂，也是那位女老中医吃了20多年的宝贝，就是37。中医界称37为活血化瘀的药，它的活血能力是所有药材里最顶尖的。37的作用非常直接，非常强大，它就像我们身体里的管道疏通剂，哪里有淤血堵塞，它就通到哪里，把堵住的血块打散、融化掉，让血液重新流动起来。现代药理研究也证实，37中的37种皂苷成分可以极大地改善我们身体的微循环，加快新陈代谢，帮助分解和清除皮肤底层的黑色素，从而达到祛斑的效果。丹参是37的最佳战友，丹参也是活血化瘀的猛将。有句话叫“一味丹参攻同四物”，可见其功效之强。丹参的颜色是红色的，中医认为红色入心，它能够强壮我们的心脏。心脏是全身血液循环的总泵，心脏功能强劲了，泵血的力度就大，清理全身垃圾，包括脸上的淤血和色素的速度，自然就大大加快了。当归被誉为补血圣药。它不仅是补充能量的后勤官，而且对于气血不足的问题，当归能够从根源上解决。当归对女性朋友尤其重要，其核心作用是补血，能够为身体持续制造新鲜高质量的血液，从而滋养五脏六腑和皮肤。更值得注意的，当归不仅具有补血功效，还能够活血。它所补之血不是停滞不前的死血，而是充满活力的血液。这样活血化瘀，改善了血液的流动性，使得气血充足，循环畅通，从而让我们的面色从暗黄长斑变得白里透红，光彩照人。3. 香附和玫瑰花作为佐药，共同担任着疏肝解郁的角色。在解决了淤血和血虚的问题之后，我们还需要安抚肝气郁结这个捣乱者。这一任务交由2位极具安抚之能的心理辅导师香附和玫瑰花来完成。香附，古称气病之总司，
意味着它对所有气机不畅引发的疾病都有治疗作用。它擅长疏通肝气，能够解除因生气、抑郁导致的气滞，使肝脏恢复正常功能。而玫瑰花广为人知的美容佳品，不仅是美观的象征，更是疏肝解郁的高手。其香气能够沁人心脾，有效缓解紧张和压抑的情绪，使人心情愉悦。心情一好，肝气自然顺畅，由此引发的气滞血瘀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。4. 白茯苓被誉为健脾美白的美容湿，其主要功效在于健脾祛湿。脾湿负责运化水湿，若脾虚，则体内水湿无法排出，导致湿气滞留，使皮肤显得油腻、毛孔粗大、肤色暗沉。白茯苓能增强脾的功能，帮助身体清除过多湿气及体内杂质，使肌肤由内而外焕然一新，呈现干净清爽的状态。在许多古代美白方剂中，白茯苓都是不可或缺的成分，因其能显著改善肌肤质地，使之变得光滑细腻。观察这6味药材的组合，37和丹参负责破瘀，攻克最顽固的堡垒，当归负责补血，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，相复合。玫瑰花负责疏肝，扫清情绪上的障碍。最后，白茯苓负责健脾祛湿，做好善后和美白工作。它们相互协作，解决了导致长斑的3大关键问题：淤血、气血不足、肝郁以及潜在的湿气问题，从根源调理身体，实现由内而外的祛斑效果。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思路。那这个方子具体要怎么使用呢？方法非常简单，我们来看制作方法。准备一个药锅或者砂锅，将当归12克、香附6克、茯苓15克、丹参6克这4味药材放入，加入适量清水，水位要超过药材约2-3指高，先浸泡20分钟，然后开大火煮开，再转小火慢慢煎煮20分钟。在关火前的最后5分钟，加入6克玫瑰花和3到6克的37粉，轻轻搅拌一下。关火后不要马上打开盖子，让它们在药液中再焖5分钟，以便玫瑰花的香气和37的药效充分渗透。最后将药汁倒出，温热时服用。每日早晚各1剂，建议以21天为一个调理周期。连续服用21天后，可以停1周，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进行下一个周期。身体的调理需要一个过程，请一定要有耐心坚持下去。你会看到脸上的斑点一天比一天淡，气色一天比一天好。那么哪些朋友特别适合使用我们的产品呢？第一类是那些尝试了多种方法，却对消除黄褐斑、晒斑、老年斑无效的朋友。第二类是那些面色暗黄、缺乏光泽，看起来比同龄人显老的朋友。第三类是经常熬夜、工作压力大，导致皮肤状态很差的朋友。第四类是脾虚、湿气重，不仅容易长斑，还容易水肿，感到身体沉重的朋友。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，虽然6宝祛斑汤是治疗本病的良方，但如果你们仍然继续那些导致长斑的不良习惯，一边调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，那么治疗效果必定大打折扣。若想彻底告别斑点，以下几条生活法则必须配合遵守。首先要重视养肝血，绝对禁止熬夜。中医认为，卧则血归于肝，晚上11点至凌晨3点是肝胆经络最为活跃的时段，也是身体排毒和造血的关键时期。如果您在这个时间段还未能进入睡眠，就等于在剥夺肝脏修复和工作的机会。肝血会日益亏损，
体内的毒素无法有效排出，斑点只会越来越多。因此，请务必在晚上11点前上床休息，这是最经济且有效的美容方法。第二点就是疏肝气，保持心情愉悦。您知道吗？笑口常开对身体的影响远比您想象的要大。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已经辛劳了一辈子，不要再为了一些琐碎小事生气了。要相信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很多事情要学会放手和看开，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，比如跳广场舞、唱歌、与老朋友聊天，让心情保持愉悦。您多笑一笑，肝气就舒畅一分，气血就通畅一分，斑点跑得也就快一分。第三点，健脾胃，管住嘴巴。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，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要靠脾胃来消化吸收，转化成滋养身体的气血。因此，请务必善待您的脾胃。生冷、油腻、甜腻、辛辣刺激的食物会加重脾胃的负担，容易产生湿气和痰浊，这些都是形成斑点的帮凶。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健脾养血的食物，比如山药、小米、红枣、桂圆、黑芝麻等。第四点，护气血，适当运动。生命在于运动，久坐不动，全身的气血都容易瘀滞。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，选择一些舒缓的运动，如散步、打太极、八段锦等。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循环，加快新陈代谢，帮助身体排出毒素，对于淡化斑点非常有好处。各位朋友，今天关于祛斑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。为了便于大家记忆，我们将总结六宝祛斑汤的核心要点。首先，脸上的斑点源自身体内部，而非仅是皮肤问题。其次，导致长斑的三大主因是淤血、气血不足和肝气郁结。第三，我们分享的六宝祛斑汤正是从这三个根源入手，通过活血化瘀、补足气血、疏肝理气，由内而外的调理身体，从而达到祛斑美颜的效果。第四，在调理过程中，必须配合早睡、好心情、管住嘴和运动这四大生活法则，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最后，我想强调一点，选择三七粉时品质至关重要。市场上的三七质量参差不齐，低质量的三七不仅无效，甚至可能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。因此，我建议大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选购高品质、纯净、无添加的三七粉。真正的美丽源自于由内而外的健康光彩。当身体内部得到妥善调理，不仅面部的雀斑会逐渐淡化，您还会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、精神状态乃至体力都有显著改善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所有受雀斑困扰的朋友找到正确的方向，重拾自信与美丽。如果您觉得本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请不要忘记点赞并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